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到保留的这个货柜船天赛轮，伫高雄港的外海沉船的事件，船顶大约有600外卡的货柜是落海漂流。这个打捞的作业进入到第4天，货柜是慢慢啊飘向到南边，除了飘到屏东到小琉球之间的航线，都参东港的外海嘛看到有货柜。 就要做防台咯。除了加强赶紧把这个货柜甲护起来之外，海巡嘛派船舰来介护，加强广播，请船只唔通来挖近。港务公司嘛派唱水的专业团队落水勘察这个天赛轮，甲船体可能的涉油点甲凸起来。 日头早要开往小琉球的航班，发现远远的海面上有几来货柜，离小琉球是真远，船长真细致，翻到航道上会去弄掉漂流的货柜。出口都是货柜嘞。 天赛号第21号沉船，估计船顶有600个货柜落入海。这几天货柜道道往南漂流，到了屏东到小琉球之间的航线以外，连带平湾出海口以南的东港、南滨里外海、盐埔渔港，都有看到货柜的形影。我发现海巡署的船已经在那边借护了。海巡署派出船舰介护广播船只唔通划过。 港务公司委托唱水专业团队落水勘察天赛轮的状况，上重要的任务就是将船体有可能漏油的所在全部封起来。有顺利把该地发现的货柜就近拖往盐埔渔港进行暂置的情况。利用无人机监控搜证，将及时的画面传到档案，提高作业的效率。到今日昨日为止，漂流空柜啊移动的数量累积起来超过150个，严格算起来，也有4-5百货柜伫海面上漂流。风台到底要来呀，就惊这海上货柜会造成灾害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